每年企業浪費成千上萬個鐘喺重複工作、搜集資料同等流程上面，但而家你可以將呢啲成本變回做利潤。透過嚴格權限管理，確保資料安全之餘，仲幫每位員工減少30%到50%搜集資料嘅時間，直接提升生產力，降低合規風險嘅隱藏成本。直接駁通企業資料庫，即時生成精準報表同趨勢分析。以前要搞幾日嘅決策，而家幾秒搞掂，幫你捉緊市場先機，提升營收10%到25%。私有化訓練專屬 AI， 深度吸收內部知識，新同事上手時間大幅減少，重複問題自動解答，釋放資深員工80%時間去做高價值創新，加速知識資產變現。智慧工作流自動處理80%重複任務，企業實測客服成本減超過30%，行政時間減半，人力聚焦策略半年到1年內見到顯著回報。由安全協作即時洞察到全自動流程，你嘅 AI 私人助理令生產力提升高達30%到50%，營運成本大幅下降，快速實現高 ROI。即刻體驗，開啟企業高 ROI 智慧時代。